夜市仔的算命答，作者林奕忠。阿爹讲，阮的贵人拢踮伫顶港，新的噩梦充满未知。别人眼中孤单分明的城市，走找的过程拢是欢喜，因为阮将艰苦拢排伫骹只拼。迄是因为失去的心态变无同。回头看这段路途，成功也是拍甲老，无下岗的基础和骹步，安怎有上北的路途？一路上北，接接回头看南部，毋是流连，是直觉的看念。阿爹讲，阮的贵人拢踮伫顶港，算命先的话语大过本地甲所在。自从行出夜市仔的算命答，高速公路的景色，阮已经真久无见过落南的花蕊，伫一个土豆大的岛屿内底。